景出嚟咯，係嘛？李小龍故居你都拆得，就證明人蠢冇藥醫啦。而家翻轉頭話冇景點，係嘛？所以我一早都講過，港人治港邊度得㗎，係咪啊？你啲殖民地訓練出嚟咧，係一班未曾進化到好似英國白人20世紀初嗰種視野同埋嗰種行政管理嘅藝術。港人治港係唔會 work 嘅。我無論你有民主定冇民主，係嘛？動態清零啊，定係咧由治入興，總之你由翻呢扎人去揸 fit， 一定冇效。你而家睇就知。你而家翻轉頭話冇景點，喂，你第一日就知嘅咩？你第一日知咩？咁你市區又要重建，係嘛？你九龍城寨拆嗰陣時又冇人出嚟嘈，民智未開啊！民智未開你就唔好行自己港人治港啦。殖民主義個最大智慧就係呢個世界係有啲國家有啲民族係民智未開，你靠佢哋自治，你靠佢哋自己管理自己係一定彎㗎。你睇下非洲咪知咯，烏干達啊、索馬里尼日利亞係嘛？印度啊、柬埔寨啊呢啲死梗。柬埔寨嗰個叫吳哥窟，邊個打造出嚟啊？600年前嘅古城啊嘛，你嗰係赤柬波爾布特嗰度打造出嚟㗎。佢哋打造出唯一第一流嘅景點咧，就係嗰個赤柬屠殺啊，嗰個博物館，嗰個景點一流啊！嗰啲骷髏骨頭堆到上山啊，而家咪變景點咯。嗱，你特區有種嘅有本事，你可以整一個咁嘅景點出嚟㗎，或者呢個係時間問題啊。因為咧，所以你明唔明乜嘢叫旅遊咧？係嘛？